你的智能手機還好嗎？當你想拍照卻彈出存儲空間不足的訊息時，你會怎麼辦？無論眼前的風景多麼美，如果不刪除手機裏那些沒用的截圖或舊視頻，就無法裝下新的畫面。我們的生活也是如此。以色列在攻破耶利哥這座巨城後，竟在渺小的艾城慘遭失敗，原因就在於亞干經不起貪欲的誘惑，私自藏匿了金子和衣服。亞干貪欲的故事，正象徵着潛伏在我們心底角落的貪婪垃圾。他時刻耳語道：大家不都這麼乾嗎？亞干以為無人知曉，但上帝通過抽籤最終抽出了罪魁禍首。最終，亞干在亞割谷接受了審判。這裡的亞割 Acre 意為連累、苦難或攪動泥水，正如攪動平靜的湖底會泛起污濁的沉澱物使水變渾一樣，揭露我們內在罪惡的過程也極其痛苦且羞恥。然而，朋友們，這正是創造性的破壞，如同必須割掉腐肉才能長出新肉。上帝通過清除毒素，使以色列重新成為聖潔的子民。只有在痛苦的割捨之後，接下來的勝利，第8章才會在前頭等待。可是，我們當中難道有誰是沒有像亞干那樣的貪欲嗎？僅憑我們自己的力量，無人能承受亞割谷的審判。因此，耶穌在十字架上代我們承擔了因罪而該受的亞割谷所有的痛苦與審判。十字架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渾水泛起的時刻，但同時也是徹底粉碎罪惡、死亡和撒旦權勢的創造性破壞現場。耶穌的復活是在那破壞盡頭開啟的指望之門。先知何西亞曾預言，使亞割谷作為指望之門。何西亞書2:15。通過十字架那慘烈的割捨，上帝為我們重新打通了祝福的渠道。親愛的朋友們，遇見耶穌就是開始割捨那些阻礙生活的壞習慣、不義之財和自私自利。當下可能會痛，放棄熟悉的事物可能會恐懼，但請記住，即便再痛，也要切斷亞干，唯有清空，才能裝下下一次的勝利。痛苦的割捨亞割谷，並非終點，而是進入指望之門的必經關口。就在此時此刻，希望大家按下心中的刪除鍵，讓我們一起邁向耶穌預備的更偉大的勝利與祝福之地。